因为美国国内是真无平静，美国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议也被收煞，甚至即马阁风声讲学生互警察带走。美国的总统议长Johnson 真正就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，是要求校长爱针对这混乱的场面落台负责。也毋过，Johnson 议长伊嘛有讲会当互国民兵入去学校，伊的这个言论，阁一摆引起学生的不满。 提军的警力进入大学校园，将这带走咧示威的学生，叫鸣声甲杀来杀去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为顶礼拜五，全美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规模继续扩大，为东华哥伦比亚大学等真侪有名的学校，有抗议学生互警方掠去。西方南加州大学甲南部德州大学支持也爆发警民冲突。 Being the aggressor against its students, against its student body, who were protesting completely peacefully. 亚巴大声示威，以色列为反击哈马斯伫加沙用军事行动致使人道危机。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校撤出以色列企业，各大报旁占领校园，施压校校回应诉求。不过，美国众议院长强生进前会见各大犹太学生，不过伊言论所互学生的怒火更较猛。 If this is not contained quickly, and if thes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are not stopped,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the National Guard. 暗示武装国民兵可能进入校园，因讲是咧呛声示威学生。但是美国对以巴问题争论上激烈的大学之一，亲巴甲亲喜团体对抗严重，强生就要求各大校长沙菲克落台，对混乱局面负责任。不过学生却无要参与。He really suck. Yeah, he shouldn't definitely come here. We don't want some people that really don't know what's happening and then come here to intervene. 在欧洲特别搞会的欧洲歌唱大赛，有亲巴勒斯坦团体按算在场外抗议，因为这一届有以色列人参加比赛，而且活动举办多次大美洲穆斯林。主办国瑞典要提悬为安全节，防止爆发冲突。公司新闻纽约报道。